走！进来！你还大心大命走要紧，进来！来啊！规工到晚，讲人家佚佗，正经代志唔去做啦，你在敢对？阿海啊，我嫁予你5年啊，你凭良心讲，我敢有甲你要求过啥物？无咧，人若是善食歹命，迄唔是见孝代啦。上惊就是贫大讲唔讨赚，迄才会互人看无啦。对，师啊，师有名，你讲有理啦。我自细汉就歹命惯死啊。若是干那我一个人哦，汉钱千我嘛会当过日，我嘛袂去对你大细声。你若是唔替我想，你嘛爱替咱的囡仔小想一下。阿海，我拜托你较尽做好无？行，来，啊，准备倒去啊，土病啊啦，这摊生意用贵啊，要甲贵转来啦，行。小娜，我跟你讲，从今以后你目睭不要紧，好啊，看你人拍拼，你人袂讲你偷啊。夭寿哦，啊，但是有食唔着药啊无？我看哦，天要落红雨啊哦。这样子，搞位啊！来，你看，好，安尼使啊。啊，哎呦，师傅你好，你看，这3支宝刀吼，拢拍好势啊。真高呢。好啦，手洗洗，同我食饭啊啦吼。师傅娘叫咱吃饭啦。好啊，你去食就好啊。啊，今日呢，食了观音上药土饼，咱赶要开机啊。啊，你无爱吃？免啦，我想洗要出来。阿海啊，你若着爱较着急啊，做事做到遐忝啊，饭食只休困者才搁去啊。免啦，我想洗要来应付较好的佚佗。秋兰，你放心，从今以后，我阿海也袂搁互你甲咱的囡仔去摇着白头，以后嘛袂互你操烦啊。师傅娘啊，师爷这摆看起来哦，无亲像你讲耍笑呢，跋真的哦。伊讲即摆美丽身体无好，查某囡仔人
去读册，去了钱，伊就叫我去高雄做老工。阿母，阿母，阿辉啊，莫哭，甲目屎拭拭，莫搁哭。你等下搁会记的，阿母捌甲你讲过，阿母活到今仔，敢若去学校读过2天的册。你敢无感觉？你甲阿母，还阁有遐无钱通好读册的人比起来，已经好真济啊！我知影，你甲阿母同款，拢爱读册。等你若去做工，看是你要去读夜间部，还是较大汉才搁读，拢还阁有机会啊！你无亲像阿母，一世人住伫遮，连转倒的机会拢无。答应阿母，一定要坚强，绝对袂演一命，知无？嘿，阿秀啊，你是咧去啥事？衫裤阿嫂会知影洗好尔，你爱洗创啥？我擦擦你洗好袂？我就是挑狗要甲吵吵了啦！你哪会遮尔烦哈？人阿嫂哦，天也袂肯就开洗衫，啊你嘛知影洗衫艰苦，你爱是找人个麻烦嘛？是找我麻烦的，毋是我找伊的麻烦的。这安尼一规个衫裤甲我占条条，啊我的衫是要哪倒啦？你嘛知影阿嫂因有一个口的生活诚困难，毋才会讲洗衫，你也毋是毋知影。我知影啥？因艰苦困难，啊咱就无哦。啊，你当作我两头亲骨，规个拢要甲我骗去哦。所以生活较困难，咱就小让者，咱会安怎？好啊啦，阿嫂讲袂煞，你某个人骗去，你搁在替人讲话哦。哦，你这死人骨头啊！你是食伊还是食我的啦？你是啥哦？别跟我气死呀！你哦，你去死啊你！你走啊！别走啊！我等你走啊！你走什么？好啦，下面转头哦，怎么会帮你说？阿秀啊，哪安尼哈？风收头啦，叫吹吹落啦。阿秀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好啦，我跟你讲啦，迄衫是我打垃圾的啦。啊，毋过阿嫂啊，迄你嘛有够过分的呢！迄衫裤规拢甲我占了了，啊，我的衫是要哪倒啦？你嘛袂当安尼啊！这衫是我摕架仔顶的生新娘洗的，啊，人暗时赶要穿，你安尼甲我打过，我毋过我爱顶洗啊！迄是你的代志啦，谁叫你要喊你阿爸，甲我位占条条，我无对不起你。我占你的位，咱拼好啊呢，迄的确是公家的呢，一人用一半呢，你规个拢甲我占条条，就准讲我较有度量哦，我嘛无法度忍受啊啦。阿秀啊，你免叫。天下的母亲第一个。哎呦，师傅娘啊，已经是我伫要生啊呢，有啥物代志你就话我就走过啊，你若就安尼啦。这阿妈哦，阿海带囡仔去后生啊，袂转来，我是足烦恼的，要落雨呢。别惊啦，别惊啦，后
后生的老大见面啦，哦。这个阿海哦，一定是甲后生伫遐啉酒啊。万一阿海若是啉酒，两个囡仔是咧照顾啦。你摕雨伞哦，去甲阿海阿哥迄两个囡仔食饭。是讲师傅娘啊，阿木即嘛甲阿三叔爱啉喜酒咧，啊厝内面拢无人伫的咧，啊你家一人伫的，我是惊嘛。无要紧啦，无要紧啦，甲囡仔食饭来较要紧啦，紧啦，紧去啦吼。好啦，我怎随来去啦？啊你家己遐细意咧吼。我较细哩啊。嫂吼是老够牛的啦，咱这倒去啉一酒转啊尔，人迄囡仔呢不济就生出来。真是了。阿秀，咱嘛今日死者吼。哎呦，你笑了啦，你使甲伊生啦，算啦。好了，阿秀啊，快。哎呦，遐尼古水哦！出去的。阿三啊，你看你阿嫂吼，囡仔一个电视安尼，愈生啦愈水啦。啊，你甲阿信吼，到即摆安尼拢无啥消息哦。你什么时阵倒来？早安啊，头一个过来看你呢。啊弟弟妹妹嘞？伊拢伫咧厝的啦，听爸来谈话啊。细汉小弟有两个外话啊，伊叫什么名？上景，陈上景。上景，真好听的呢。啊，阿母，这素不辣甲鸡肉，你摕去炖啦。伊拄则生囝无偌久，爱食较补的。啊，你哪有遐济钱通买这啦？你袂记啊？我已经趁钱啊！阿母，你共洗衫最辛苦的，这钱你摕去，甲弟弟买菜。唔免啦。阿母，阿辉啊，你听阿母讲，你即摆一个人住伫咧外口，身躯无闲无钱的啦，这钱哦你要收的，收好，知无？好。那安尼，你一定要订过来食哦。即摆颠倒是你阿公啊。伊上兄，即摆人搁中风啊，你着要加加友好，知无？会啦，我甲你洗衫阿母。唔免啦。我要紧啦。阿妹啊，啊你即摆伫遐上班好无？头家都爱做好呀。你着爱好好做，知无？知影啦。千里路，万里情。天下的母亲白伊个。阿勇啊，阿海！哇，你叫我做啥物创啥？阿母，你敢有看到阿海甲囡仔？
着阿勇啊哦，讲阿洪师要招阿海啊拼烧酒啦，阿海啊，迄两个囡仔带倒去啦，阿勇啊缀去。这阿海哪会这样冲动啦？囡仔遐尔啊细汉，就安尼抱出去，啊万一去圣着风是要安怎啦？阿母啊，你哪无爱甲动啦？啊，你家己无责任吗？你明记知影讲恁翁爱封神的，啊，迄两个囡仔就交互伊，怪伊。哎哟，啊，等这谁买啦？哈？社会摕来要互我补身体。有影无？哎哟，这查某囡仔哦，真有心哦。来，我啊，来替你订吼。哎哟，阿母啊，你敢知影阿洪师因伫咧倒位哈？唔知啊，唔知啊。哦，来，哇，哦，你囡仔真古锥呢，哦，真有人缘哦，后摆大汉来先搞趁钱哦。多谢多谢。钱了，来。哎，是吧？那早人学拍皮的啦。啊，我就想讲试看卖，反正会用甲阿海啊斗相共啊。哦，你咧讲就真简单嘞。啊，这拍皮伤的说，你安尼乌白讲，安尼乌白为吼，这铁片来飘出来刮着哦，是流血流滴啊。安尼哦。还佫有爱像这铁片哦，来是要补较红红哦。啊！你安乌白球，若你烫着哦，压甲食力。就是以前啊，我刚大爷去学拍片的时阵，啊，是讲有一天哦，师傅拄无伫的，是要出去菜刀哦，甲师傅表演一下功劳。结果阮一讲了哦，迄个铁片啊哦，全射出去。射出去哦？啊，有安怎无？结果射一个过路的囡仔，射一安尼规骹流血流滴，啊，佫碰拍呢。我毋知迄个师傅哦，石头，你无活倒。想袂到这拍铁的工课，佫遮尔危险。当然危险哦！你若要甲咱大爷斗相共哦，你着啊，伊的生活甲照顾好，啊，控制好，咱着好啊嘛，对哦。对啦，安大爷。伊就毋知影带囡仔去倒啊。阿三啊，你甲我清楚你创啥啦？好，来啦！不要紧，顶起来。阿海到底是去创啥？到即马还袂转来？一千